咁多位嘉賓，大家好。先再一次介紹我自己先。咁我係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吳偉樂。剛才 MC 有介紹到咧，就係今日嘅講者好多位都係專家。我自問咧，我真係年資都仲係尚淺，都未可以自稱為專家。但係今日咧，希望以少少我嘅知識啦，又或者我而家所駐守嘅單位咧，去將一啲消防安全啦，或者應對緊急事故啦，又或者再賣個關子，稍後咧將一啲我哋公眾教育方面嘅知識咧，希望可以第一傳遞到俾大家，第二就希望大家咧可以積極再將之後嘅信息咧傳遞到俾你公司啊，或者你嘅團隊，希望多啲前線人員咧可以參與，同埋知多啲咧點樣可以攜手去建造一個更加安全更加有一個保護屏障嘅香港。我其實咧，我所駐守嘅單位咧叫做公眾安全及傳訊課。可能大家未必聽過呢個單位其實係做啲咩嘅。大家以消防處嘅認識咧，有冇知道有一啲平時一聽就知道幫手消防處做宣傳嘅一啲公仔啊？有冇人聽過啊？會係大家聽過啲咩公仔？有冇可以嗌出嚟都得嘅喎？任何人，冇錯，任何人咧，亦都係我哋公眾安全及傳訊課咧喺多年前嘅產物。希望以一個生動啦，有一個輕鬆啲嘅形式咧，可以將知識帶到俾大家。希望教咗大家一啲消防嘅知識啦，亦都提升大家嘅消防安全意識嘅。喺近期啦，我哋亦都拍咗好多短片啦，去教曉大家點樣去用一啲可能大廈裡面嘅消防裝置同埋設備嘅。為咗希望大家可以輕鬆少少，同埋即係貫徹翻我個單位啦，希望都係輕鬆啲同大家去做啲分享嘅時候咧，先同大家做一個熱身。大家通常喺自己嘅大廈裡面，或者喺你管理嘅物業裡面咧，有機會用到嘅消防裝置或者設備咧，通常會係啲咩嘢啊？大家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可以嗌出嚟喎。喉轆係，仲有咧滅火筒，仲有冇其他？大家通常你會主動地可能有機會用到嘅沙桶啦、壁加時啦等等啦。當中咧其實佢哋有分別啦，有一啲咧係警報性嘅，打破壁加時就會可以提醒到成個大廈需唔需要走火警啊，如何走火警嘅策略啊等等。咁今日咧我個 warm up 咧同大家講講喉轆，好唔好啊？喉轆大家對於使用喉轆有冇信心啊？算唔算有信心啊？同大家好除咗嘉賓之外，同埋消防同事之外，我想請所有在場同事在場嘅嘉賓舉舉手。除咗嘉賓之外，大家可以舉高隻手。我想睇一睇，做個少少嘅調查咧。大家舉高你嘅手睇睇，舉高嘅手睇睇，全部人可以舉高手睇睇啊！好啦，大家如果清楚知道自己點樣去正確使用喉轆的話，請你繼續舉高你嘅手。OK。嗱，咁可以擰轉望一望，我哋都有唔少人其實都係有信心嘅。好啦，喺你哋有信心嘅當中，未完，仲有五分五塊。好啦，但係都有一半啦，即係咁大家認為要正確使用喉轆嘅第一個動作，二揀一嘅啫。究竟係開膛環令到有來水先啦，定係打破咗個 break gas 先咧？如果你認為冇住滿快，我知大家都識嘅，唔使急，係啦。如果你認為係要打破咗個頭先識嘅可以嘅，舉住頭先，唔使怕醜啊，唔使怕醜啊，我不記名嘅，我唔會話俾老闆聽嘅大家認為係打破壁加時先嘅，繼續舉高手。大家認為係開膛環先令到有水嚟到先嘅，放低手。我見到大部分咧都係維持咗舉高手嘅。咁其實正確嘅答案咧係要打破咗個 break gas 先。我哋簡單稱叫撳手啦。撳手嘅最主要作用有兩個大嘅作用。第一，啟動咗大嘅消防泵，令到佢來水嘅時候個水有壓力可以去到你將會使用嘅喉轆裏面。第二，亦都會啟動埋大廈嘅警鐘，令到大廈嘅居民知道有可能發生火警係需要去離開，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OK， 咁簡單個口訣，如果大家近期係有睇過短片嘅，有一個4字嘅口訣，我哋叫做破、轉、拉、射，冇錯，破、轉、拉、射。轉就係轉動嗰個膛環，就係第二個步驟嚟㗎嚇。咁咧
希望頭先簡單呢個 exercise 咧，俾大家知道其實要學懂用一個 FSI 咧，即係我哋叫做消防裝置設備咧，其實唔係好困難嘅啫。其實冇啊，頭先我哋用咗5分鐘嘅 warm up 時間咧，大家舉一舉手啊，再理解一下咧，其實將來咧應該會記得㗎啦。不過我哋相信淨係講一次係唔會夠嘅，我哋需要係久唔久，亦都去頻密咁樣去再講去再教。咁所以今日咧，除咗我哋會教一啲應對嘅方法之外，我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哋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參與嘅一個新嘅計劃，叫做樓宇應急先鋒。喺近呢幾個月，除咗一個悲劇發生，有好大型嘅火災之外咧，其實喺近呢1月咧，亦都有唔同嘅火災曾經發生過。當中咧亦都係有人命傷亡。而我哋經過我哋現場嘅分析、目擊者嘅資料，同埋我哋前線人員嘅資訊咧，其實我哋發掘到咧係有幾個重點嘅資訊咧，或者幾個方面咧，係大家係未係咁純熟嘅。其中一個就係大家嘅安全意識唔係好足夠，令到導致火災嘅原因咧係頻繁都係嗰幾個原因。俾個數據大家理解下啦。喺2024年，全年大概有38000宗嘅火警召喚，38000宗嘅火警召喚，係啦。當中咧，即係代表咧，其實每一日咧，一個消防局咧嗰個閘咧要開100次。當中當然啦，有時候咧係會係大廈嘅火警唔明啦，而亦都有消防車要到啦。咁但係當中咧喺全年裏面咧，接近有1500宗咧，都係因為可能電力啦、拖板啦、各種嘅用電裝置啦，又或者係不小心處理煙頭等等咧，而導致嘅火警有1500宗。咁喺我哋嘅角度咧，一宗都嫌多，係啦。咁希望咧，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去將呢方面嘅知識、大家嘅意識咧都提高。另外咧，我哋亦都發現咧，可能大家近期都可能網上見過短片啊，啲人話咦，點解可能火警鐘唔着？又或者去到用一啲喉轆嘅時候，發覺佢冇水壓。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有機會去到現場咧，如果我哋發現係真係消防裝置佢未係保養得完善的話，當然我哋會作出進一步嘅檢控行動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發現原來係有一啲居民或者一啲管理人員佢係未至於完全地純熟點樣去操作一個喉轆，又或者其他嘅消防裝置嘅。咁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嘅意識可以提高到啦，係啦。一啲滅火筒啦、滅火氈啊等等咧，我哋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再提高呢方面嘅意識同埋知識啦。同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一個逃生策略嘅教育。究竟如何分析喺咩時候可以去盡快離開現場咧？假若開咗自己屋企嘅大門，係發現有濃煙，咁應該都係繼續向前行，繼續嘗試離開啊，定係留翻喺單位內咧？留翻單位內又可以做啲咩嘢咧？咁我哋經過呢方面嘅研究啦，我哋希望咧推出一個比較多元化同埋有互動性嘅一個教育嘅計劃。咁其實我哋以往咧曾經都一直都推行緊㗎啦。以往可能有冇人曾經參加過一個叫做消防安全大使計劃？我見到有啲有啲嘉賓係岌頭嘅。以前咧消防安全大使呢個計劃咧，就係教導大家主要都係滅火防火嗰方面嘅工作，係啦。咁但係喺2024年嘅12月咧，我哋推出咗一個新嘅計劃，叫做社區應急先鋒計劃。呢個計劃咧，就係除咗教授大家喺防火滅火方面嘅知識之外咧，亦都就住應急。應急咧，即係一啲可能係山火啦、山嶺安全啦、暴雨啦、山泥傾瀉啦等等等等日常大家會遇到嘅一啲嘅緊急狀況咧嘅應對方法。另外咧，亦都配合翻近年咧全球都好積極推廣嘅自動心外除顫器啦，同埋係呢一個心外壓嘅方法咧，一貫就包含晒喺我哋呢個消防處嘅社區應急先鋒計劃裏面咧一度去教授。咁喺去到截至到2025年啦，我哋全年咧已經訓練咗接近8000名嘅社區應急先鋒。社區應急先鋒係啦，咁當中有一啲咧好積極參與嘅，包括係例如係
我哋今年啱啱上年完結咗嘅全運會啦，咁佢哋有派住1500名嘅義工啦去上我哋呢個堂啦。港鐵啊、航空公司啊等等咧，亦都恒常化去參與我哋呢一個教育計劃，令到佢哋前線嘅同事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咁樣去處理一啲突發嘅事故，係啦。咁當然唔少得今日在座各位嘅支持，有唔同嘅物業管理公司咧已經係參加咗我哋嘅計劃，亦都喺對上呢一季咧，我哋曾經就頒過一啲嘉許狀俾佢哋，去表揚佢哋有大量嘅前線員工咧去參與過我哋呢個計劃。咁但係未夠嘅，我哋都相信究竟喺近期所發生嘅事故裏面，我哋有啲咩新嘅資訊可以增補俾一個物業管理從業員或者前線嘅保安人員咧？究竟可以俾到啲咩佢哋咧？我哋希望咧俾多啲資訊，所以咧我哋而家現行咧希望向大家宣布，我哋將會推出一個叫做樓宇應急先鋒計劃。樓宇應急先鋒計劃咧係一個希望前線嘅物業管理人員同埋保安人員咧可以擁有嘅一個資格，係啦。目的咧就係提升佢哋喺應對突發事故嘅時候，尤其是喺作為物業管理人員又或者保安人員佢哋所需要學識嘅一啲知識，係啦。有4個重點啦，包括提升一個樓宇嘅安全同埋管理嘅水平啦，嚇，等佢哋都知道喺日常嘅工作裏面佢哋嘅責任係啲乜嘢嘢，佢哋點樣去配合唔同嘅執法機構又或者佢嘅監管人員嘅工作，去提升整棟大廈嘅消防安全。第二就係強化佢哋嘅一啲應變能力啦，同埋有一啲係疏散時候嘅協調能力。咁呢一啲咧都將會喺我哋嘅教育計劃裏面咧包含咗嘅。咁啊，我哋希望啦，有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啦，可以喺呢個計劃裏面咧同大家分享啦，亦都有一啲平台啦，去大家去適時去更新大家需要學識嘅資訊嘅。咁亦都唔少得咧，就係推廣一個自救同埋互救嘅文化，係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自己崗位裏面出一分力，去加強大廈樓宇又或者自己嘅社區裏面嘅安全文化。咁我哋喺之前嘅社區優先鋒雖然係包含晒全部香港市民，甚至乎去到6歲嘅小朋友都已經可以參加㗎啦。咁今次咧，我哋而家新推出嘅樓宇應急先鋒咧，就希望針對5大嘅用家，咁啊包括係一個物業管理人員啦、保安人員啦、業主等等嘅，係啦。咁我哋亦都因為知道有一啲可能大廈佢哋係靠業主佢哋自身嘅互助能力去處理佢哋嘅消防安全或者行政事務嘅，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亦都去包含埋佢哋，希望佢哋可以參與呢方面嘅教育工作。咁呢個計劃除咗包含一如以往嘅一啲防火啊應急知識之外咧，咁我哋亦都針對性地咧去加插咗一啲新嘅資訊，當中包括係火警隱患嘅排查，究竟何謂喺單位裏面，何謂喺大廈裏面或者公共個地方咧一啲嘅火危險啦，如何去接觸我哋消防處去進行進一步行動啦。等等嘅，咁另外啦，我哋亦都去會主要會都會講多啲咧，係佢大廈可能會用到嘅消防裝置同埋設備，希望佢哋除咗自己可以識用之外，係啦，亦都知道邊度可以揾到啲資訊咧，教曉到佢哋嘅住戶。咁啊，剛才喺我哋開始今日嘅講座之前咧，我咁啱同有一位今日參加者咧，就佢分享咗佢嘅屋苑嗰個 app 俾我睇。佢個 app 咧，唔講咩屋苑啦，但係佢個 app 咧而家已經加插咗有5段嘅短片，可以俾居民隨時可以喺個 app 裏面，平時可能 book 場啊，或者去做其他管理嘅時候咧，同時間有得睇埋呢方面消防安全嘅短片。呢一個令到我哋非常鼓舞。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都同消防處一齊出一分力，提升大廈嘅安全，亦都唔單止係各位物業管理人員嘅責任，亦都係希望可以伸延到去包括住戶，包括去喺屋苑裏面嘅使用者等等，希望佢哋咧都可以有呢方面嘅知識。
咁目的咧就係希望喺我哋唔同嘅身份裏面咧，都可以建立一個更加好嘅協同效應，為呢個屋苑咧建立一個完全嘅保護屏障。咁當中當然唔少得我哋消防處喺整個計劃裏面嘅一啲監管工作啦。咁但係亦都希望住客啦、消防承辦商啦，同埋物業管理公司等等咧，都可以喺佢哋嘅崗位裏面咧，盡量去支持同埋配合到我哋呢方面嘅工作嘅。咁我哋喺推出呢一個樓宇應急先鋒嘅計劃之後咧，我哋將會有更加多嘅平台啦，有更加多嘅渠道啦，可以將最新嘅資訊咧發放到俾參加者同埋咧有資歷嘅人員嘅。當中包括啦，頭先我哋嘅長官亦都提及到啦，我哋有一啲新嘅資訊啊，譬如一啲消防處嘅通函啦，當中究竟佢嘅貼紙係如何使用啦，正確地使用，同埋點樣去通知住戶啊等等咧。呢一啲咧，我亦都喺我哋嘅教育計劃裏面咧，會包含到，亦都咧，我哋會係經唔同嘅渠道啦、唔同嘅平台咧，將以上嘅資訊咧，好頻密咁樣樣咧，去俾各位前線嘅物業管理人員知道嘅。咁希望我哋亦都清楚知道，佢哋未必係聽一次就會記得，我哋會不時都會俾一啲新嘅資訊佢哋，亦都提醒佢哋呢方面嘅重要性。咁喺我哋嘅教育內容裏面啦，我哋亦都會包含到一啲佢哋日常作為保安或者管理人員咧嘅一啲good practice，一啲優良嘅系統點樣？例如啦，我哋喺我哋日常巡查，譬如我哋會見到可能有啲機房啊，有啲設備房啊，其實裡面鎖上或者所保護嘅一啲系統咧，係對於消防系統好重要嘅。咁但係有時可能係一啲空間嘅限制啦，會令到好容易咧有人可以出入呢一啲咁重要嘅機房。咁呢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喺個課程裏面咧，多多提醒大家，多多提醒前線嘅從業員，等佢哋知道呢方面嘅重要性，可以去一齊咧去做呢個監管嘅。係啦，咁另外啦，一啲消防裝置嘅設備嘅檢查同埋保養啦，我哋都會喺呢度深入同大家講一講啦。嚇，逃生途徑嘅暢通，我哋會提醒佢哋一啲雜物阻塞走火通道嘅唔同形式嘅情況啦，喺唔同情況裡面需要聯絡嘅政府部門啦，同埋可能被檢控嘅時候咧嘅法律責任，咁等佢哋咧都可以進一步咧去將以上嘅資訊咧溝通到俾居民聽到嘅。咁另外喺工程期間嘅風險管理啦，同埋係期間嘅監督咧，我哋亦都會喺我哋嘅課程裏邊咧一一包含在內嘅。咁喺近期咧，我哋亦都發放咗一啲資訊啦。大家都應該清楚知道，每年嘅消防裝置及設備咧，就喺法定要求咧，就係每12個月咧就進行一次年檢嘅。咁喺近期嘅火災後咧，我都知道好多物業管理公司咧，亦都好主動。除咗喺呢12個月做一次之外咧，亦都可能有時會做一啲季測啊，或者半年檢啊等等嘅。咁呢一方面咧，我哋都非常鼓舞。咁我哋亦都希望咧，透過我哋嘅課程咧，可以等大家知道呢方面嘅重要性啦。點樣可以確保到所有大廈消防裝置嘅安全同埋正確嘅使用嘅？咁開始咧就好深入啦。咁呢度咧我都唔會講太多。咁最主要咧亦都係會教曉翻一啲保安人員或者一啲物業管理人員，佢哋日常可以最常遇到嘅，譬如嗰個 panel 啊，佢哋究竟有啲咩係需要特別注意嘅咧？喺日常如果有消防承辦商到嚟做一啲檢查，又或者做啲年檢嘅時候，究竟承辦商係做緊啲咩咧？你見到佢可能撳幾個掣啊，有啲燈着咗啊，究竟佢做得足唔足咧？我哋希望作為一個物業管理人員，都希望喺呢方面有適量嘅知識，等呢啲消防承辦商都做好佢哋嘅工作，我哋都有一個少少嘅監管嘅角色可以做到嘅。咁有時完成咗呢一個年檢之後啦，我哋會將一個證書啦、年檢證書啦，咁就張貼喺大廈嘅當眼處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教曉到前線人員咧點樣去正式閱讀呢一張證書，
究竟證書上面所寫嘅損壞狀況啦，係啲咩嘢咧？究竟有啲咩影響咧？等等呢方面咧，作為一個物業管理人員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最後啦，其實一個住宅大廈咧，其實可能包含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消防裝置同埋設備嘅。咁我哋亦都會逐一咧喺課堂裏面咧，就向保安人員啦，同埋物業管理人員啦去介紹，亦都等佢哋清楚知道咧，佢哋可以點樣咧，點去 check 分力咧，去確保呢啲裝置同埋設備咧嘅正常運作。咁去到最後啦，雖然今日我哋未必會講到好多係火警應對，咁但係咧喺我哋熱身嘅時候咧，大家已經希望已經係用5分鐘嘅時間咧，已經學識咗一個簡單用喉嚨嘅口訣啦，就係破、轉、拉、射。咁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將呢方面嘅知識咧，就分享俾你屋企人啦，分享俾你嘅同事啦，分享俾你嘅前線嘅員工啦等等。咁今日我哋一路喺度提及嘅，希望大家去參與我哋嘅課程咧。去到重點咧，就係講報名方法，係啦。個報名方法咧，其實你隨時打俾我哋嘅電話，或者去發電郵俾我哋咧。根據翻你哋嘅 class size 啦，你哋嘅地點啦，我哋有機會第一，我哋可安排大家去最就近嘅消防局進行訓練。而呢個訓練嘅時間係只需要大家嘅2.5小時，2.5小時，並唔係一個全日啊，唔係2日啊嘅訓練嚟嘅，只需要大家2.5小時。雖然頭先我哋會見到可以 cover 咗好多唔同形式嘅課題，但係我哋會就住大家嘅工作嘅崗位去重點調整我哋嘅教學嘅內容，令到可以喺2.5小時內教曉到大家所有需要學嘅知識，尤其是喺物業管理從業員身份嘅知識。咁當然，另外我哋有一啲大量嘅網上資訊，預計大家可以1小時就可以網上完成到㗎啦，係啦。咁最後今日係無論喺網上，又或者在座咁多位參與咗我哋專題講座嘅，都將會獲得一張證書。呢一張證書咧，亦都終生有效嘅。將來喺大家選擇到參與我哋呢一個樓宇應急先鋒嘅時候咧嘅課程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以呢張證書咧，可以減省咗當中一啲訓練嘅單元。咁我哋再一次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嘅工作，多多將呢一個消防安全嘅知識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建立香港一個更加安全嘅保護屏障。